鬼佬，執冇啊！佢同行咗我要然後左右啊，記唔記得？派晒先啦！記唔記到？左青龍右白虎。你哋得就可以裝香噶啦嚇，裝香就嚟呢度就點四邊噶啦嚇。點正堂，通天地。4點順啊，定中意。5點雙耳聽八方。6點金角力魚竿。由後面開始。數到去尾。7點中骨永長能，8點後人大發展。9點四足走天下。邊個手執住個火機？個口條脷。邊個手執住個火機？個口條脷。唔該曬。咩人？口條脷。一陣間我去嗰邊。慢慢嚟，直啲嚟。10點金口定乾坤。大家大利起鼓。